有台南上水平地森林小学之称的虎山市小新校舍正式启用，由市长黄伟綽带领各界贵宾甲师生斗阵精彩。为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校舍拆除中间的过程。虎山市小伫10日当前，差一点因为招生不足，荒废后，后来校方持续发展相当成功，陆续得到各种校的肯定，加上各界协助，如今也阁要进班。佛山实小在硬体设备有了，软体的部分，因为校长跟老师还有家长的努力，可以让这个学校变得更好。因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 Eco School 哈，所以说生态小学，那这样子的一个学校，将来可以让这个不管环境教育或是学科教育都能够成为台南市的模范。新校舍铁资7200多万，设计出具有现代风格的白色建筑，内面总共有12间教室，环境甲在地自然生态元素结合。打造出联合国 Eco School 生态学校系统。我们根据孩子学习的需求，设计了自主探究学习教室，设计了好时间、孩子森林的阅读室等等。那也因为这样的特色设计，所以我们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规划设计类的奖项，以及绿建筑钻石级这样的荣誉。校舍改建顺利完成，是虎山市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教育期盼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课程，迎接未来科技甲双语教育的挑战，让虎山市小再创高峰。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